欢迎收听5月29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界牧师平安。我们今天呢，要再一次来重读路得记，细细的透过每章节来经历上帝从不同角度带我们来认识他的心意。路得记一章一节要来 RPG 祷告的经文，在诗篇的37篇18到19节。上主看顾敬畏他的人，这片土地要永远属于他们。他们在困难的日子不至于受苦，饥荒的时候可得饱足。这是上帝对敬畏他的人所应许的话语，也是告诉我们，不是看眼前的这些挑战跟困难，而是要看见上帝他的保护跟他的供应。在今天的经文路得记的一开始，总结在士师记的景况，因为今天的经文一开始说，当士师还在统治的时候，还在秉政的时候，士师还在秉政还在统治的时候，是一个什么样的时候呢？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的时候。上帝应许以色列人要得到这迦南美地，得着这地之后，在约书亚的时代，他们分配了这个土地，要继续在这个应许之地上征战得胜，要得地为业。然而人的信心真的很多的时候是软弱的，人很多时候真的是不信实的。以色列人居住在这块土地上，他们开始按着自己的心意来做事，结果得罪了上帝，结果招致自己的灾祸，落在那患难之中，然后又呼求上帝转向上帝，上帝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，然后他们回转向上帝，又过了一段太平的时候。然而这样的一个景况不断的重复到后来，人也不再寻求上帝了。但是信实的上帝并没有忘记他的百姓。可是当人不断的离弃上帝，到后来真的是会经历到，如同今天的主题所说的，会经历到的是那灵性的饥荒路得记就在这样的一个景况当中，开始了一个新的故事。这个故事是从一个悲剧开始，而且这个悲剧还真的是悲剧到底。可是在这群人当中，只要我们寻求上帝，我们转向上帝，我们总是有那归回之路可以走。因着人不敬畏上帝，不寻求上帝的心意来治理，犹大的伯利恒，这个被称为这个面包之家粮食之家，是当时这以色列南部的粮仓，竟然经历了土地的饥荒。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，但是这在当时对以色列人的理解来说，如果一个土地是上帝所应许赐福的地方，经历了饥荒，就代表着他们得罪了上帝。可是面对这个得罪上帝，人的心意是什么呢？在今天我们看到一章一节，这一家人他们面对这样的情况，不是去寻求上帝，不是去寻求上帝的方法，或是寻求这个以色列民中其他的地方应许之地，继续待在上帝的应许里面，反倒他们直接逃避这个问题，直接离开这个地方，直接离开应许之地，他们前往了一个外邦地，这个地方叫做摩押。当时的摩押呢，跟以色列人其实是不相往来的摩押呢，在他们看来是这乱伦的关系，是所谓讲很难听叫做这个杂种，是他们认为很肮脏的地方。可是没有敬畏上帝，没有寻求上帝的人，真的是很多时候就想说这边起码还可以生存得下去，那就在这里居住就好了，就选择那次好的，或是选择那不好的，而放弃了那更好的。我们真的是要求神来帮助我们，在各样的境况中让我们的心是转向上帝，
不至于在困难的日子受苦，也不至于在饥荒的日子好像在那个饥饿没有办法饱足的当中。因为这位上帝他是信实的上帝。透过路得记这一长串的这经文来看的时候，更长远的来看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信实的上帝其实还是没有忘记这离弃他的一家人，搬去摩押地的一家人。可是人呢，真的在自己的选择当中没有敬畏上帝的时候，我们很难想象那个后果。我们明天也会继续讲到这一家人他们分别叫什么名字，他们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。但透过今天的经文再次让我们领受，我们真的是要求神帮助我们常常的寻求上帝，用各样的方式来保守自己在上帝的心意里面，避免我们自己经历那灵性的饥荒灵性的饥荒的意思就是，这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，这可能是累积了很多的时间，甚至很多的人一起在这样的经历里面没有寻求神的时候，灵性的饥荒就来到了。但是上帝他的心意是要看顾他的百姓，是按着他的信实来回应他的儿女。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应对呢？特别是我们在挑战中，在饥荒中，在人心的软弱当中，我们需要求神来帮助我们，用他的话天天的来充满我们，让我们所读的、所记得的、所行的是按着他心意来行的，叫我们的灵性是得以饱足，也使我们所居住的土地是寻求上帝的心意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。谢谢你爱我们，你总是在各样的困难跟挑战中向我们说话，向我们说你是对我们不离不弃的上帝，你是在我们在面对这个环境变化当中始终供应我们的上帝。主，我们很多的时候看到眼前的困难，我们想要逃跑，我们想要逃避，但是主，你却要我们要紧紧的抓住你，紧紧的跟随你，紧紧的依靠你来面对我们所遇见的困难。主啊，你也向我们说，主啊，即使在这软弱中，我们好像逃跑，在更远的心意里面，主，你仍然要将我们找回。你不愿一人沉沦，不愿一人失落，乃是要我们常常寻求你，使我们的灵性，使我们的悟性，使我们的生活都得以在主你丰盛跟饱足当中。主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求主你来医治我们，不仅是医治我们的身体，更是医治我们的心，我们的灵，好让我们的生命是常常走在你的心意里面。我们的心里不是没有王，而是主你亲自成为我们的王。让我们来依靠你，来经历你的应许。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，愿上帝赐福你。每一次寻求他，好像就在存粮，好像就在预备，让自己灵性是充满主的能力，是充满主的启示。我是世谦牧师，我们明天见。